大同中英酒店为了庆祝成立17周年，特别甲慈心基金会合作办理天理有脚印市集，邀请各地优良的农友以及文青店家到场设档。3月27甲282天，伫饭店外举办市集，希望会当将健康的素食推广给市民大众，也希望会当帮助到这辛苦的农民行销。因为小农真的很辛苦，而且这些年轻人都回来自己的家乡，然后栽种这些。那我想这些食物都是有机的。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，然后办这个活动，让他们在这边展示，然后我们共同去认识这个小农他们的产品，我们爱护他们，多使用他们。那最重要是说，对这个是尽到一个企业责任，来帮助大家。那台湾这块土地有这些小农，我们更应该珍惜。所以我想办这个活动的最大的目的是这样。对着大同中英酒店长期帮助农民行销以及健康饮食的推广，也和副市长赵清惠非常的肯定。对于所谓的农业的部分，还有小农的部分，哈，跟其他的，包括在台糖总这个酒店本来就在经营的一些菜色的部分，都会更着重在环境友善这一块。今天非常的开心呢，能够来受到那个总经理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大同中英酒店今年总共规划4场幸福公益市集，拍头阵的天理有脚印市集，现场有真侪健康好食的蔬果美食以及手作小物以外，后续还有走吹台南古城玩乐回忆、大手拉小手、幸福一起来市集。饭店希望透过公益活动甲平台，将亲子教育、历史环保、文化艺术等观念分享给大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